各位團友，今年復活節準備咗去邊度未？我哋大寒假期，今年復活節4月3號包咗成架高鐵，由香港西九龍直達南昌，玩足5日。第一個團我就會介紹傳統經典路線廬山墓園團。呢一個行程好適合大家想一次過玩晒經典景點嘅朋友㗎。我哋會去到世界文化遺產廬山，春天嘅廬山山花開得特別燦爛。我哋會包呢個景區嘅門票同埋景區嘅交通，暢遊魚琴湖、山徑公園、仙人洞等熱門景點。之後我哋會去到瑤里古鎮，呢一度係安徽同江西交界嘅明珠，古樸寧靜，充滿人文氣息。夜晚我哋會帶大家去到霧裡洲，呢度我哋可以欣賞到金閣水幕燈光 show， 仲有水上打鐵花、火湖、火流星等非為火焰演出，震撼到不得了。行程仲有呢一個墓園黃嶺，春天係梯田油菜花海嘅季節，金黃色花海加上徽派嘅建築，哇，靚到好似油畫咁。我哋會包纜車往返，仲有我哋會包埋定點航拍團友旅行 vlog， 留低最好嘅回憶。之後我哋會去到角仙村，每人送一個孔明燈，哇！一齊參加超級浪漫嘅千燈會，欣賞非遺火藝、火樹銀花、魚燈巡遊等精彩表演。住宿方面，我哋會住一晚魚裡洲周邊嘅酒店，一晚住喺角仙村風景區裏邊，等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夜景嘅魅力。第二個團係會係我哋嘅仙峽古風深度團，除咗上面提及過嘅角仙村、霧裡洲同埋墓園黃嶺之外，我哋會去起喺懸崖峭壁上面嘅望仙谷，呢度會被稱之為仙峽世界。到咗黃昏嘅時候，成個山谷都會着晒燈，好似融入咗武俠仙境裏邊咁樣。仲會去到鳳凰溝欣賞櫻花同鬱金香花海，去大茅山呢一個天然氧吧深呼吸一下。夜晚我哋仲會安排夜遊鑑江、遠望滕王閣嘅夜景。呢兩個團都係復活節專列，4月3號準時出發，西九龍高鐵往返。哇！我哋仲包埋車上精美餐盒同埋當地熱烈嘅歡迎儀式。想一次過玩勻江西經典景點，定係想深度體驗3大網紅不夜城？快啲過嚟報名，名額有限，復活節假期江西見！